我们在这里相聚，为的是要敬拜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，祈求你的荣耀，寻求你的圣灵，此刻降临在我们当中。祷告是我们与你说话的方式，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敬拜的方式。愿我们的祷告都能蒙神你的喜悦。我们请姐妹先来唱。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没有黑暗势力可以动摇我的信心。
愿我的祷告如香，愿我的祷告如香。再更坚定来跟他说，愿我的祷告如香。我们再向上帝来呼求一次，愿我的祷告如香，愿我的祷告如香，献在你面前。打开天窗，打开天窗，打开天窗，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，愿你充满你的荣耀，你的同在在这里。打开天窗，打开天窗，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，我们只要你的荣耀，你的同在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们只要单单寻求你的荣耀，我们只